Hello， 大家好，我是嗰本分享書刊福氣來嘅。大家哋講興趣可以做一個工作，不過考試班也個興趣既然可以做一個工作呢？嗰本我認識一對真後生嘅公婆，佢哋因為簽考試班哦，佢哋就自家去研究用嚟做班，甚至於講出國去學習喎。學習到後來，佢哋自家創業嚟做班，到底佢哋買係乜嘅班呢？我哋夾夾嚟邀請佢哋兩煞來到現場來分享佢哋嘅班吧，順勢談佢哋嘅故事咯。首先，我哋先來分享馮可欣，我哋客家妹。各位好，大家好，我係來自龍妹馮可欣。分享可欣，等下呢就來識你哋嘅班，談你哋嘅故事咯。再來呢係其他老公，我哋分享偉邦。各位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屏東的排灣族青年，也是客家女婿，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們的故事哦。哇，歡迎兩位來到現場，真後生呢，自家都來創業來賣餅呢。你賣係到底係乜嘅餅啊？我嘅餅係用條黏做嘅餅，冇用牛黏，嘛冇撈芥卵。你貼牌嘅餅哦，我覺得餅一定要有黏，有同卵，才可以來做餅呢。哇，不然這樣子好了，我們先來試吃看看，就知道這有什麼差別了。好啊！主持人這邊有巧克力跟香草的，我們先從香草的開始好了。因為香草的味道會比較偏清淡一點，那它可以先從香草入口。觀眾朋友，一個餅看起來同一般的冰淇淋咁樣啊，冇乜嘅差別呢？試看下先。真是冇嘅。牛奶的米線係透奶的米線呢？偉邦，你那個餅用來做，怎麼做的？竟然可以這樣子，好好吃哦！其實我們在這個冰淇淋的研究上面啊，就是一開始我們其實遇到了蠻多的困難，就是在於用一般冰淇淋是用牛奶跟雞蛋去做的，它的成分會比較容易去學習。但是我們現在學習完這個一般的冰淇淋之後，要變成純素食的，我們就要去研究它的。其實這有點食品科學，我們會研究它的化學式，看它的牛奶脂肪的鏈接跟植物的鏈接哪一個比較相似的，然後去跟它去做比對。你可是你那個香草的冰淇淋啊，你那個原料係對哪來的呀？我們是用那個馬達加斯加的香草莢去刮它裡面的香草籽來做的。像一開始有的客人吃到的時候會覺得豆味怎麼那麼重，所以我們也試過很多次，就是增加它的量，讓它的那個香草的味道會比較出來一點。所以主持人在吃的時候可以看到上面會有一點點黑黑的，那個就是我們的香草籽，就是天然的成分。以前在吃那種香草的冰淇淋的時候，真是冇注意到呢。像底下講有個香草的米絲，不過那個係自家按嚟刮嘅引嚟出來，自家做一冰淇淋，你能刮一道嘅香草啊？香草籽的話，我們會先把香草莢泡在酒精裡面，泡在 whisky 裡面，讓它變成比較濃的香草精。就是香草精我們是自己做的。那香草精的話，我們會按照比例放在那個成分裡面，再刮裡面的籽去做。你今晚的酒底會唔會有酒味啊？假使後來冇酒味呢，全部透呢，同一個香草一個香味呢？因為它那個酒跟香草它會有香味，是因為它裡面有香草醛。那它跟酒精裡面的有機溶劑去做化學式的結合以後，它其實酒精的成分就比較沒有那麼多，它反而是增強它香草的一個香氣，去把它稀釋出來，這樣子。哇，你那個成本都幾高呢？健康啊。係啦，是那個餅最起碼最重要一定要有都讓人健康，你可以吃嘢。你除了那個香草，接下來是那個係巧克力嗎？對。你那個巧克力的冰淇淋，佢有乜個特別的地方啊？我們是用法國進口的法芙娜可可粉去做的，它吃起來不會很甜，冇凍甜，它是比較偏苦一點點的，所以有的小朋友吃到的時候會覺得比較苦一點，不太能接受。那我們就會介紹它其他口味比較甜一點的去吃。那大人都很喜歡巧克力的人都會很喜歡我們的巧克力。真是調到個香草的啊，真是夠適合細妹嘅也一個小朋友。一個巧克力咧，也可以像18夫婦冇個安甜。不過調到有上到那個香草的啊。
个咧原料迄自家去包嘅印的嘛。咱个觉得人家个巧克力咧，迄自家对印的可是自家包自家来做嘅巧克力的呢。因为屏东也有这种巧克力，但是因为屏东巧克力的那个量没有很多，加上它成本比较高一点，所以我们就是选择法国进口的法芙娜可可去做。亚量的冰淇淋呢是烘焙，比烘焙啊，也个香草嘅糯米啊，各种挑嫩的米是各种，也个像巧克力的米是各处理。你能喺做一个无香香口味的冰淇淋的时候，能去用去扭起啊个平衡啊，对不？是。其实像在这个冰淇淋的研发过程啊，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花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去抓它的这个比例的平衡。像是香草跟巧克力，它其实都是味道很不一样的一个冰淇淋。那在可可这边的话，我们会用很多不同的工法去帮它调温，或者是让它去把它的那个可可的味道去提升出来，因为它如果调温没有调好的话，它可可会焦掉。可可其实是很容易烧焦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在这个制冰的这个过程中的时候，前面的这个准备这些材料的这个工法其实也是很重要的。然后到后面制造它，把它成型成冰的时候，才不会说它味道会跑掉，而且尤其它原料制造出来以后的那个味道，跟它变成冰之后那个味道是不一样的。因为冰它只要冷度越低的话，那它的风味就会越不容易出来，会被封存在里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用意式冰淇淋的做法去做，因为意式冰淇淋它的做法的话是比较偏，它的温度会比一般的冰淇淋还要高。我们比较适合使用的温度是差不多在-11度、12度的部分。那外面的冰淇淋，美式冰淇淋的话大概是-20度。它们的温度会比较低，那你可以去看它外面的成分的话，会发现说，因为它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它会需要用比较多的方式去强化它的味道跟它的甜度。那相形之下，它就会变得比较说，可能糖会比较多啊，或者是它的一些香料会比较多。原来安尼，你可是条到地方有讲嘛，你能做迄意大利式的冰淇淋哦，同一般的冰淇淋无相同的地方，相提嘅温度吗？还有其他无相同的地方吗？空气，冰淇淋的空气跟它的脂肪量不同，会影响它的冰淇淋的种类。像一般的双淇淋啊，它就是空气比例比较高，所以吃起来比较绵、比较软一点。那意式冰淇淋的话，它比较扎实，因为它空气比例比较低，脂肪量也比较低，所以它吃起来算是比较健康的，油脂量没有那么高。条到啊，因为安尼。看到人冰淇淋都清香颜色，嗰种人哋条到一直其實你講嘅冰淇淋，不過更加要想問過來吼，你用啥按後上，做乜嘅同時間會想到來做一個冰淇淋，像好食餅嗎？因为嫁来屏东之后，因为天气比较热，可以说是一年四季都是夏天，所以当初我们在创业的时候，我们一直在想说要以什么产业为主。那我们就是我们去蜜月旅行的时候，就看到大部分的人都是人手一支的冰淇淋，跟台湾不一样，台湾都是人手一杯的手摇饮料。那我们那时候去意大利去欧洲玩的时候，也是看到人手一支，我们就跟着也是人手一支的吃，那就觉得这种全素食的冰淇淋，台湾根本就没有吃过。像一般冰淇淋都是用鸡蛋跟牛奶嘛，那这种纯素的台湾没有，所以我们就想说回来的时候试试看。所以研发的时候也是研发一段时间。你个性唔能去欧洲的世界，今日吃的冰淇淋也係一種全部都冇加奶、冇加卵的冰淇淋嗎？他们有全素的，然后也有加鸡蛋牛奶的。那他们全素的话都是 vegan 的冰淇淋，就是没有加鸡蛋牛奶。他们是用像坚果奶啊、杏仁奶去用。那因为台湾的话就是豆浆，从很古老以前就有在用了嘛，所以我们回来的时候就是用豆浆去做尝试。你頭講 vegan 其他意思係乜嘅啊？實在，也係講有其他意思嘅。其實一開始我在大學的時候去接觸到這個概念的，當然不是一開始就吃到全素，但是慢慢從蛋奶素，然後再變成全素這樣子。主要是因為 vegan 它是希望說能夠
减少我们这些动物的痛苦，然后也希望能够以这种吃全素的方式来达到一个减缓全球暖化的一个现象。因为其实如果你去看数据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农畜牧业啊，它在排放这些废气跟二氧化碳气体的总量，甚至是超过整个交通业的，这个现象是非常奇特的。那是因为牛或是猪或者是这些畜牧动物，它们排出来的是沼气、甲烷，它是比二氧化碳还要更严重的一个影响到我们整个气候。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透过吃纯素这件事情呢，然后来减低或是减缓这个全球暖化这个现象。那其实在国外也蛮多的艺人啊，像是里奥纳多他们也都是吃纯素的，他们是这样支持一个 vegan 的行动。这个还真是有听过呢。观众朋友，没想到食品也可以接触到暗号的观念哦。不过，更多精彩故事，我哋休息一下，马上过来。上一段是呢好吃的冰淇淋，也认识到 vegan 一个新的好的观念哦。不过今日这个特是在推动一个冰淇淋的时间，其他人会接受吗？可是你们这个原本都係實在嘛，也係講認識微幫之後唔能當實在嘅。我認識微幫之後才開始吃素的。但是我本身都好信用。所以我認識微幫之後就慢慢變成蛋奶素這樣子。本身冇實在，不過這個也冇親好生用。認識佢之後，兩啥都強下，係實在冇生用嘅啦吼。你能推動一個 vegan 一個新的觀念嗎？這個路卡人會接受嗎？不可能剛開始不認識 vegan 這一個概念，所以我們就是有漸漸跟他們說，這是一個善待地球環保的一個理念。那我慢慢跟他介紹，像一開始微幫在家裡吃素的時候，他們家裡的人都會覺得，沒有吃肉這樣子會沒有營養啊什麼的。但是他漸漸就是會跟家裡的人溝通，比如說從像豆腐啊，或者是豆製品都可以攝取到蛋白質，所以這是沒有問題的。微幫，因為這個路卡頭都有講係原住民嘛，頭都可是也有講過，因為這個天天呢說服人這個路卡講接受一個 vegan，人行能用嘅同佢講一個 vegan 的觀念，因為一個實在的冰淇淋是才清新鮮，替白糖多呢。那我們會在琉璃吊橋開第一間店呢，也是希望說能夠接觸到全台各地，甚至是世界各地的遊客。那希望能夠透過像冰淇淋這種比較吃起來愉悅的這種食品呢，來推廣這個 vegan 的概念，讓他們去意識到說，這個原來簡簡單單的吃一個冰淇淋，愉快的吃一個甜點，這樣的一個動作也可以稍微的幫助到地球，那甚至是能夠讓這些動物免於這些傷害，就是這樣子。那我們其實也是蠻幸運能夠在那邊有一間店啦，因為其實接觸到蠻多了。通常那個歐美的遊客一看到就怎麼在這麼偏僻的地方，也可以有這種在做純素的這種店面，他們就會很好奇來試試看看。那也給我們蠻多回饋的。那像其他的一般遊客，他們也會覺得說，蠻好奇的啊，怎麼這邊不都是賣什麼山豬肉啊、烤香腸？錯啊，對啊，就是在人的印象中，這片山地門大部分都會賣韓肉嘛，烤肉這些東西。那你們在那邊的時候，有一些遊客給你們的回饋是怎麼樣子？他們吃到之後，其實他們第一開始吃到的時候會先皺眉頭，怎麼好像跟外面不太一樣？然後跟他們解釋說，我們其實是用豆乳去做的啊，然後是做純素食。他們說，就知道那個原來它的口感的差異是怎麼樣，可以去想象得到。那他們也可以，他們知道這個東西是用什麼東西做了以後，再去品嘗，會發現，其實我們的
这个风味跟口感跟外面是不太一样的，是比较有质感，然后风味是比较没有那么化学味道。按健康又好吃的冰淇淋，应该有青岛人哈，吃过了之后变成你们的常客，不是贵一桶人买吧？有，像有一些本身吃全素的一看到我们的店就很兴奋，然后来到之后就说哇，终于吃到冰淇淋，因为他们从以前就没有吃过冰淇淋，就是本身因为宗教的因素没有接触鸡蛋跟牛奶，所以他吃到我们的冰的时候就会很开心，希望我们坚持继续下去，让他们可以就是继续享受这种愉悦的心情。也有很多那个乳糖不耐的小朋友因为像是东方人，而且现在小朋友又很容易过敏。其实蛮高比例有乳糖不耐症的，他们也是从小都没有吃到冰淇淋，然后一听到说哇，有他们可以吃的冰淇淋，他们就很兴奋。终于有几人可以是在某间呢是还唔喺都市唔爽快的就可以吃哇，真系真好呢。你除了头都爱吃的香草同个巧克力的，你还有其他的口味吗？我们会有屏东，因为屏东是一个水果大县嘛，所以我们会依季节有不同的水果。像比如说火龙果，然后芒果，像柠檬，这种就是一些屏东盛产的水果，我们都在夏天的时候都会比较多。那冬天的话，我们是用大湖草莓，因为屏东没有草莓嘛，我们就是用苗栗的大湖草莓去做。那植物奶系的冰淇淋的话，我们有10几种口味，像刚刚主持人吃到的香草，然后巧克力，然后还有一些像抹茶，然后花生等等。你一条材料全部係人用上，鄉下嚟去尋嘅嘛？去尋菜地嘅農民，也係講有其他港中嘅人去同佢哋買嘛？我們是在屏東找，像屏東自己有種芒果嘛，所以我們就在當地就是有找一些，就是自己小農栽種的一些芒果或是火龍果。一些在路边就可能开车开一开看到他们在采收我们就会下车去问问看说这个芒果我们怎么卖或者是火龙果这样子，因为他们有些是直接要批给盘商，那我们就是问问看可不可以小量的卖给我们这样子，因为我们看它品质什么的都会稍微去挑选一下。你高興頭有講到按多種木種用水果做出來的冰淇淋，你最推薦的係哪種的呀？现在夏天到了嘛，那高本可以試試看那個飯酸，還有焦糖餅乾。對，有餅的同飯酸的，一個係順口一個係飯酸的呢。飯酸係我哋屏東房山嗰邊的咯。原來是爽快那新有個米西。它吃起來會比較清爽一點。那它是完全就是沒有加豆奶的，比較清爽。它是雪酪。雪酪，对，雪酪同人頭都講嘅冰淇淋木用用嗎？意式的餅它有分雪酪跟意式冰淇淋兩種。那意式冰淇淋的話就是有加奶嘛，那雪酪的話就是純天然的水果去做的。觀眾朋友唔看，有個餅係雪酪同頭都人食的冰淇淋木用用，佢係直接用水果結餅打紅來嘅喲，人哋試看下先，佢係咪是很用嘅？哇，清甜真是同個食嘅飯酸共用，不過同頭嘅冰淇淋比起來，佢冇嘅頭嫩嘅米是因為佢冇加嫩嘛，你食得到嘅水果黏味呢？你有個冰淇淋嘅飯酸，你係剛剛用一規粒嘅飯酸做一碗餅呢？对，我们用整顆的反酸，還有一點 lemon 去提它的味道。然後它那個 Vonset 都是完全沒有加色素，都是天然的芒果的色素。真的呢！我剛剛從來不要按鮮豔那個色有冇？青島的人會講有加個色素。這是一個係我們傳統看到反酸的黃色的個色呢。而且吃起來也很綿密，不會沙沙的那種。像之前我們還沒有開業之前很多吃全素的客人來，那他們都會跟我們反映說，我們的雪酪跟他們之前沒有吃過這種無蛋無奶冰淇淋的時候吃到的雪酪不一樣。他們之前只吃過雪酪，沒有吃過毛牛奶跟毛鈣卵的。毛卵的毛奶奶給你，第一擺試過。你試過飯酸呢？更加來試看下先。
得到介绍的有个饼诶，那个饼诶也用迄血肉吗？不是，是用挑嫩做的饼。有加挑嫩呢？哦，吃看下先。那个迄饼诶，迄嘛个饼诶啊？比利时饼。比利时的哦，有嘛个特别的地方吗？它会有一点焦糖的味道。哦，焦糖的米是爽看啊。够甜呢。很多那个小朋友都爱是。这是一个这年的同好一个，因为是下去够甜。哇，不过其他糖，唔像人一般那个糖的米是，人唔可以形容呢，一个糖哦香香，有一种花香的感觉。对，所以很多客人来的时候，我们会请他先试吃。你用个有披风了有个法的米食啊？可能是它焦糖饼干本身的风味。像这个焦糖的饼啊，我们还有加用一些法式的花香酱料去做，所以它会有一点淡淡的花香味。那增加它的口感，所以我们会放一些焦糖饼干在上面，这样子。哇，这才适合的亲贴片呢。那个饼的啊，适合的有个巴香的面是，第一摆试过呢，不过适合的也唔会怪奇怪啦。是还要又凉凉又香香，哇，真是甜一甜的时间是一个鬼好。买一个冰淇淋啊，按多个材料底杯，你自个感觉哪一种最快做啊？如果是比较困难的功法的话，可能草莓会比较困难一点，因为它在制作的过程中的话，要先把草莓做成果酱。那我们这个草莓果酱啊，跟我们的豆浆基底做结合之后，我们就是要一边结合，然后一边去试它的味道，去看看它的这个草莓的味道跟豆乳的味道有没有完美的融合在一起。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会再加一些新鲜的草莓去帮它做调色，因为草莓果酱在制作的过程中的时候，它会失去它一些草莓原本的颜色。那这时候如果毕竟东西除了好吃之外，还要有卖相，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去加一些新鲜的草莓，让它那个草莓的色彩能够更鲜亮一点。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主要是以这方式去做它的口味跟颜色的调整，就没有再去加其他的什么色素之类的东西啊。因为按你谈好来讲，其困难的部分係講其喺功法角度、程序角度安尼嘛，就是程序上比較複雜一點。按你可是那個冰淇淋啊，唔能睇賣，應該熱天的時間賣最好吧？冬天嘛賣凍好，因為屏東一年四季都是夏天，所以像夏天的時候，冬天的時候都賣得很好。哇，觀眾朋友，冇想到一個按好食的冰淇淋，竟然會不會有按到的好物呢？唔單止可以有一個 vegan 一個觀念來關懷、關心人哋嘅土地，甚至於講可以伴做唔得是牛奶嘅朋友來接觸一個冰淇淋哦。不過會不會還有更多精彩故事？讓你休息一下，馬上過來哦。有的是在按到按后是在冰淇淋，不过我本来也想问题，有时觉得是冰淇淋是在按到，也会味啊，按那冰淇淋有冇个偏方呢？对吧？可能冰淇淋它有什么样子的变化？譬如说，是冰淇淋像按的是吗？还有其他配示范吗？其实冰淇淋它可以搭配蛮多东西的，最常看到的是大家就跟比如像松饼啊搭在一起啊，或者是有人把它跟一些糕点类的去做搭配啊，做成蛋糕之类的。那其实它也有一个很简单的方式，就是把吐司跟冰淇淋加在一起以后，然后去把它裹粉，那丢到锅子里面去炸，就是炸冰淇淋。原来小胖加上冰淇淋按来去炸，就变成炸冰淇淋，还按来的做法了。对啊。大家在家里可以试看看，但是就是把它用面包4个边都压好以后裹上粉，再冰到冷冻库里面，大概冰个2个小时。
之后整个都变冰了以后，再丢到锅子里面炸。然后炸到它酥脆之后捞起来就可以吃了。那你不会讲过给下锅的时候全部就融化了吗？不会，因为它预冷过了以后，它里面够冰，然后外面只要它外面的面包就只要把它炸酥就可以了。哦，观众朋友有学到的哟，下一次可以来吃看下先哦。不过可是你自家在做饼的啊，更加有看人的，你在试吃的时间会不会有个规定讲，你自家做饼的你做不得试吃，安尼对身体会有影响？不会，因为我们的饼都是蛮天然的，所以我每次在试吃的时候都会自己试吃，因为我们要看那个味道啊。像比如说水果，每一个水果它有酸的有甜的，所以像水果口味的一定要试吃。安尼你自家对未来有冇个规划嘛？因为继续推动一个 vegan 的观念，也係講有新的產品可以來做研發的嘛。因為像本身我們在那個三地門有一個店嘛，那因為剛好威邦他有親戚在種鳳梨，像這個鳳梨我們自己有研發一個鳳梨茶，我們加薄荷還有一些草本去把它包成茶包。那像剛才主持人有喝那個鳳梨茶，會有點涼涼的梨。就會頭到我試咧一個鳳梨茶，我係想講奇怪一個鳳梨茶，是後來用有涼涼的味絲。我想講以前試咧鳳梨冇一種感覺噶，除了鳳梨之外，還加上其他像薄荷啦、其他的草藥喺裡邊嘛。哇，安尼是後來又清健康咧吼，冇加上其他全部係自然的東西。安尼一個名嘅，你自家點嘅名嘅，係做乜嘅？按到一個良野一個名嘅。是這樣子的，因為它其實是善良的野人的縮寫起來，好吧？善良的野人太長了，所以我把它縮起來叫良野。那為什麼叫善良的野人呢？因為我本身是吃素的，然後也有原住民的血統，然後大家對原住民的印象可能比較野一點，那都是大魚大肉啊這樣子去吃的。但是事實上，原住民在我們祖先古時候，他們是很善待大自然的，所以我也是希望說能夠遵循像我們祖先那樣子去善待大自然，我們不要去過度的去索取，向大自然索取這些東西，剛剛好就好。那要把我們所知道的這些知識能夠會回饋啊，然後去維護這樣的一個環境，讓這個整個環境能夠變得越來越好。所以我們希望說把名字取叫做善良的野人，讓大家可以知道說這個我們的公司的由來是怎麼樣。那可以看到我們的 logo， 這個三角形其實也是根據我們那個店那邊，因為我們店剛好正對過去就是一座山，然後它的形狀其實差不多長這個樣子。那它這個 logo 的設計，它也是有點我們那原住民的圖騰，百步蛇的那個其中一段也有這樣的這樣的一個形狀。就像佢三個百步蛇給那個蛋糕的三角形的形的安尼。也順便看上來都會出腦背那一座山看出來一個樣式。是。嗰種人的 logo 全部也包裝，也係自家設計的嘛。是我跟太太一起去討論的時候，決定就是以這樣的方式，簡單，然後可以呈現出我們希望能夠呈現的一個意涵，這樣。不過一個 vegan 一個觀念也過新也過好，你除了用賣餅一個方式來推崇之外，你還有規劃用其他的方式來推崇一個觀念嗎？我們現在其實也有一個餐車的一個販售方式，我們現在是放在台南那邊。那我們也有跟那個全台素食的這個一個團隊有合作，他們如果在南部有一些夜市的活動的時候，因為它這個全台素食的夜市這個蠻特別的，它是每個禮拜會不定期公布說，他們在哪個地方，他們是全台這樣子跑，還是一個小團隊這樣子，那整個就是全部都是擺素食的東西。那只要他們每到一個地方，絕對就是人氣爆棚。真是的。你未來會團隊一個亞企業團隊向下全台灣你走嗎？就是全台灣這樣子跟着他們一起跑嗎？我們現在目前是只有跑南部的部分。對，那他們這個團隊的話，就是用這樣的一個集體行動的方式去一起推廣這個純素的文化，這樣純素的一個飲食習慣。希望說大家可以說，
就是每到一个地方啊，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说这个素食的夜市他们卖的是什么？为什么他们要卖这些东西？那我们又加入一个联盟，是全台湾的素食业者去串联起来的一个活动。那大家都联手一起去，就是一间店的力量可能很小，但是如果全台湾一起串联在一起的话，我们可以用更多的方式跟不同的声音去表达我们对这个 vegan 的看法跟想法，然后更广泛的去传递出这个讯息，这样子。也个观念，也个讯息也几好。安尼可是能吃也个病，做也个病，顾客大部分都本人的正向的支持的。有的银行会同人讲，也个人无法度好接受的嘛。像有的小朋友啊，他们吃到那个草莓的，他会说，挑奶奶咪怎么那么重？因为一般吃到的都是用牛奶，然后冻香。那吃到草莓的话，他们会觉得不习惯。对，那就是因为小朋友不喜欢吃草莓口味的，那我就介绍他吃冰口味的饼。那因为我跟他妈妈就是稍微聊到说，我们的草莓的冰的制作的功法是怎么样，那妈妈也觉得这个冰的口味才是真正的草莓的味道。那他就有机会教育跟他小孩说，草莓的味道应该是这样，因为很多像他爸爸都会去 7-Eleven 或是一些便利商店买那种草莓冰淇淋给他吃，就是味道会比较重，比较像味道比较草莓的味道。但是吃到我们那种现打的草莓冰淇淋的时候，妈妈就会跟他说，这才是真正的水果的味道。也个机会教育也几好呢。不过除了也个故事之外，还有参考的故事吗？可以来分享的，伟邦。其实我们遇到蛮多客人都还蛮有趣的，他也给我们蛮多回馈，让我们去反思很多事情。像我们之前有遇到一个大肠癌的癌友，他是大肠癌末期，那已经做了很多手术了，他出来玩，然后那时候他就看到我们的病。然后就买了一份来吃，后来又买了第二份，然后我就问他说：“这怎么会这么有兴趣啊？”然后他就开始跟我说：“他是大肠癌症的这个病友这样子。那医生建议他可以多吃一些流质性的高热量的食物，或者是一些比较没有那么多固体的东西，所以冰淇淋刚好是他很适合的一个选项。然后他又看到我们的成分是比较天然的，没有添加其他东西的，刚好也对他的病情比较不会影响到，所以他后来其实最后他也他后来买到3份，他也后续也有跟我们一直在联系，去做一些网购这样子的动作。所以其实我们做这个纯素食的冰淇淋，因为它都蛮天然的，然后其实这个柚丁它营养价值是蛮高的，就是跟其他的植物奶比起来，所以我们才会选用柚丁奶当做我们的主要成分。真是条都会帮我们讲的那个营养，我也有接触过呢。就是说，你看以前感冒的时间，有时把喉咙痛有冇，是唔得给其他的东西，比如讲可以是冰淇淋。人哋都看你都想讲啊。因为可以是冰淇淋，因为我们一般上到都感冒做唔得是病嘛。不过医生都讲，那个冰淇淋呢先够好诶，因为它有充足的热量，就可以来补充我们的体力。就真是原来可能有不偏的人，其实在医生的许可有评估过之后，真是可以是够好的病，就代替一些增存本给是让自己身体也可以恢复体力充猛。是啊。就是其实，在意大利他们有做过研究，因为毕竟意大利冰淇淋从意大利来的，他们有做过一些研究，他们有一部分的人甚至是把意式冰淇淋当作代餐来做使用的。代餐会减皮的吗？是，它因为成分的关系，刚刚有介绍到说意式冰淇淋它是油脂是比较低的，它大概不会超过10%的油脂，那它的糖度也是跟外面比起来是只有外面的1/3左右，所以它是比较清爽自然，然后也不会给身体太多负担的一个产品，所以他们才会觉得说，我们这个意式冰淇淋是他们意大利人的骄傲，然后他们就把它当成代餐吃，然后也
你看他们意大利人其实体态都还不错，所以才有那么多的 model 这些的。就是说，也可以作为一个饮食的控制的方式，偶尔做为之啦。因为也够天然够好嘛。哇哦，观众朋友，今日听下按精彩的故事，顺便吃到按好吃的冰淇淋。不过今日的冰淇淋也冇按简单哦，不单止是在人可以吃，做唔得是牛奶的人也可以吃，更重要是具有 vegan 一个观念。关心我们的土地，照顾我们的农民，也请大家一定会支持我们的后山公婆今年两烧哦。好，请感谢可心为帮恁两烧带来按精彩、按好吃的冰淇淋，谢谢。希望大家有机会，大家可以来屏东找我们吃冰哦。好哦，是的，按好吃的点心，今天呢，我们就继续停顿欣赏来做运动咯。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好好运动的时间了哦。我是永云，今日要教大家是拉丁有氧，团能热情摇摆一下哦。你能准备好了吗？好的话，请放起来，团能同下来跳舞哦。好，同下来浪扑，脚同下浪扑。好，我数自然摆动都可以的哦，唔好同手同脚的哦。踏并步，夹双手，夹双卷条，第二分。好，开，拍，开，扩胸。好，胸口打开来哟。看到这个冲出去，打开，啊，弯片，囊铺，前面吸铺，后面吸铺。夹松扭腰摆臀，膝盖放松，前面反吸铺，整劈。来做主运动的哦。前线，好，来这步也会爱松出去哦。这一块髋关骨，好，推出去。好，数自然摆动。前点。右片吸1、2、3，慢片来，再一次，
好，旁点。同样哦，我骨盆送出去，回来。髋关节送出去。可以吗？好，跳摆，跳点，可以哈，跳摆，跳摆。好，等下前点，旁点系跳摆哦。髋关节送出去，一、二、三、四。加上五个数。好，跟着 hello 点出去。可以哈，可不可以哈？好，旁点哦。旁。好，一样，髋关节送出去哦。打松树哦。跳摆。跳。打松树往后来。行一條牙佢靠跳擺嘅樹，再鼓來。好，回来，左右，摇动你的腰部、臀部，好，不用耸来。好，大家来做主运动的哦。啊，前面膝部 pose， 还有对膝部 pose， 再一次，一、二、三、四 pose， 一、二、三、四 pose。pose， 再一次来。係哈。再來，一、二、三、四 pose。好，1+2哦。好，夾攏落來哦。整體開始。pose。pose 前面點來。旁邊。跳擺。好。啊，準備再次哦。5、6、7、8。And pose。pose。前。旁邊。跳擺。好，加鬆，左右搖擺搖下去，你又上來。好不好嗎？來，前面 and pose。跳擺。pose 前點旁點前點。旁點來。是耶。跳擺。跳擺。
左右，摇下去，可以吗？啊，起去，跳去，起去，跳去。啊，那从第一个动作开始哦。准备前面行的1、2、3去 pose， 右边 pose 前点旁边，旁边，没数吧，一个打，后面哦，右边可是的，右边。好，摇下去。再一次又来1、2、3去 pose， 前点，旁边，右边，摇下去，拜拜。再一次摇下去，可以吗？可不可以吗？好，起去，缓和一下，摇去。最明白哦，准备好呀！开始来，1、2 pose， 前点，旁点，跳摆，好，摇下去。今天的动作好不好吗？明日就经常做运动，可以让你身材变苗条，身体变好哦。安尼，好好运动，下次再来聊。